今日我就受到邀請嚟到廣州，作為裁判出席 SWB 選拔賽嘅現場。咁咩係 SWB 呢？呢個比賽係現今街頭健身 freestyle 全能比賽嘅最高殿堂。好多地區都會舉辦選拔賽，決出一名選手代表該地區出戰呢個世界級嘅比賽。咁全能賽係點樣決定勝負嘅呢？全能賽 battle 會分為4個元素，包括靜態，即係運用肌力進行維持嘅動作；動態力量，即係運用肌力進行向心、離心、收縮嘅動作；花式，即係運用 swing 同埋慣性進行嘅動作；而組合，即係以上3項元素嘅結合。4項元素入面分別獲優勢較多嘅選手為之獲勝，所以呢個比賽唔係單方面突出就會贏㗎。最後恭喜雷玉貝斯勇奪冠軍，將會代表中國區參加呢個世界級嘅大賽。喺呢條片嘅最後，俾大家欣賞一下咁多位選手嘅精彩表現啦。下條片將會為大家介紹同樣精彩嘅靜態賽。